senau Kanada senau Suputa mekala Suputa mekala Suputa meuyas Suputa meuyas。哎、你想吓死谁啊？我才想问你嘞，你干嘛自己一个人在那边自己唱歌啊？我又不认识你。再说，你不是这里的人吧？哦，我吗？哎吼，一麻药嘎固，叫我麻药就可以喽。麻药？你在讲什么啊？你这身打扮，你是阿美族的吧？嗯，我是阿美族啊。然后我刚刚的意思是说，我叫做马耀。那你的名字叫什么啊？我叫盛华，叫我阿白就好了。阿白。阿白。是这样念吗？对，我家人都这样说。我可以坐你旁边吗？你坐啊。干嘛自己一个人在这边啊？没事啊。没关系啦，我不会跟别人讲。大勾勾。干一张。不能说哦。就是啊。我在学校没有朋友。拜，你要去哪里拜？我要出去啊。我很快回来啦，你不要担心。啊，对了，妈，那个啊，我在那个山上遇见一个阿美族的人呢，他好像说他是住神社附近的，你认识吗？阿美族的。他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哦，妈，你还是担心这个？现在什么时代了？你不要乱来哈，阿美族要小心一点呢。妈，我会在吃饭以前赶回来的，你不要担心好不好？好啦，那我先走了。那你要快去快回，有没有听到？妈呀！你干嘛躲在这里？没有了，我刚刚本来想吓你的，结果就被你发现。你想吓我？你躲在这里那么明显。再说，你怎么比我先找到？好啦，不要问这个了，
你赶快先跟我讲，你今天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？我今天啊，对了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在那个学校啊，我们一个国文老师好笑。马耀，你身体什么时候好？现在身体好是好很多了啦，可是我下学期才能复学，老师这样跟我讲。下学期哦。啊，下学期这么久哦。我想跟你一起吃午餐，一起上课。阿拜，昨天我在听那个部落人在讲啊，好像没有什么阿美族的要搬进来呢。那你到底在跟谁做朋友？马耀啊。马耀。他是阿美族吗？对啊。那你是不是常常去神社那个地方？妈，你管很多呢。神社附近啊，曾经那个有住过阿美族的部落。就是因为天灾的关系，部落消失了。所以不要去那边啊，因为有些不干净的东西哦，还是会留在那个地方。妈，你不要乱讲话好不好？不然下次我可以带麻药过来啊。不要不听妈妈的话，你以为说你长大了交男朋友我就管不着你哦？我都是为你好。只是交个朋友而已，你一定要管这么多吗？这小孩子怎么这样子呢？就那个松鼠啊，你在爬。哦，好可爱。好大只，明明就是小的。超大的！你看它旁边上面还有一个。那是妈妈吗？那是妈妈，他们是一家人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阿拜，你说你到底去哪里？我就跟麻药在神社那边啊，又没做什么。你问你妹妹，她看到了什么？你跟她讲。你跟踪我。我刚去神社看到了你，然后呢？我只看到你没有你说那个麻药。你要怎么说？你看，你看嘛。你看你妹妹拍的，你旁边有人吗？你自己看，自己看。我就跟麻药在这边聊天，他就在我旁边而已啊。这不可能啦，他就真的在我旁边而已。你看嘛，就你啊。不可能是这样，不可能。怎么会没有你？我妈说的不是真的吧？不好意思，有人在家吗？
你是谁？干嘛？不好意思，我来找马耀。没有这个人哦，你找错了。可是他跟我说他住这里耶。你住哪里的啊？不要只问好不好？我们这里没有叫我麻药的。那不好意思，我再问看看别人好了。阿柏，哎，马耀。哎，那个，我问你哦，就是我去你家啊，你家人为什么说他们都不认识你？哎。你去了我家？对啊。不要再去了。为什么不要再去了？我叫你不要再去那个地方了。哎呦，你就好好讲嘛，干嘛那么大声？我是说，我的家人他不喜欢被打扰，所以你以后如果要来找我的话，就来城市这边找就好了，我都会在这边等你。你要记住我说的话哦。好，那为什么我前几天来找你，我都找不到你？哎。这个吗？我在忙事情啦，我有事情。哦，你在忙事情哦。那你今天想去哪里嘞？哦，我来找你就是，你带我去上次你带我去的地方。哦，你说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地方吗？嗯。走啊，我现在带你去。好啊。怎么了吗？那个，我找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班有麻药这个人吗？麻药？嗯。没有吧？哦，那谢谢。那我可以再问一下，你们有人有休学吗？没有哎，我们班没有人休学。没有哦。好，那没关系。你要不要去隔壁看我？好，我知道，好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不好意思，有人在吗？我找马药。又是你，到底要找谁啊？我找麻药。我不是跟你说没有这个人了吗？不要这边乱啊！他就说他住这里啊。他就长得高高瘦瘦，然后皮肤有点黑的那个。啊，你说的是我侄儿吧？你侄儿？他叫李米。怎么叫李米啊？麻药是他的乳名啊。我就说嘛，我没有记错啊，他就住这里哈。对啊，他等下就回来了，你要不要进来等他？好啊。快走。你这边先坐一下吧，好。我先去拿个东西。好，谢谢。
妹妹。